主后2024年3月初3，西利教会主日礼拜。首先，咱来读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到27节。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一个肢体得到荣光，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恁是基督的身躯，逐个人是身躯的肢体。列位兄弟，大家平安。回顾咱西利教会的历史，伫4年前，咱遮庆祝释教140周年，今年已经要进入145年。咱若看咱教会的建筑物甲设备，无论是礼拜堂、副堂、牧师馆、教育馆、土地、树木、福音车、遮的桌仔椅仔，到周报、地杯仔，每一项的物件，拢是济济听主的牧者、中职甲兄弟，甚至也有咱无熟悉的教会外朋友，为咱教会关心奉献，才有遮个点点滴滴属实的空间甲用品，也互咱学习着感恩甲珍惜。咱也有中职甲兄弟，每年攞钱筒仔底饲志工仔，毋管献济献少，也为着将来有一日礼拜堂需要重建的时，加出一份力，伫做准备。这就好亲像是主耶稣伊捌讲过有5个聪明的财叔女，大生会晓先准备教业的灯油来等候圣囝婿的来临。当然，教会上重要的是人是肢体的关系，是连结伫主耶稣即丛赐活命的真的葡萄树，是咱甲主上帝以及彼此生命相疼的关系。所以，主耶稣甲是咱新的诫命，就是爱疼主你的上帝，也着彼此相疼，用安尼互人知，咱就是主的学生。也就是讲，疼上帝甲疼人，亲像家己，就是教会生活的实践，也是咱信仰的标志。保罗讲，上帝伫教会所安置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阁有行神业的，阁有医病文书的，帮助人的，管理事务的，讲逐款灵语的。伊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甲教导的。伊安尼做是要装备上帝子民，通做侍奉的工作，来建立基督的体。最后，咱拢通对上帝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捌，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若是安尼，咱要怎样来疼咱的教会呢？大先就是咱爱发挥各自的恩赐，彼此造就；发挥各自的恩赐，彼此造就。上帝互咱逐个人有各自无共的才能恩赐，咱就甲发挥运用来帮助教会，互使教会，互上帝得到荣光，也互人因为咱来得到造就。蒲公英月刊伫2025年9月份，有一个小故事讲，捌有一个人采访艺文消息的记者，伊问长隆市世界真出名的交响乐团指挥鲍恩斯坦一个问题：伫你的看法中，伫交响乐团上界重要的乐手位置是倒一个？伊想想了才回答：第二小提琴手，因为要找第
着第一小提琴手的人选会当有真侪人，总是要找一个愿意担任第二小提琴手的人，并无遐容易，因为第二小提琴手伊的技巧甲第一小提琴手其实差无大，总是第二小提琴手伊毋但爱配合熟悉的琴手，搁着甲规个乐团会当彼此相呼应。毋但琴艺爱好，而且搁袂出风头，才会当甲乐团有美好的团队配合。这就是咧讲，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份特别的运数。当咱每一个人尽心持守伫家己的位置，用团队合适最要紧，那安尼才会当演奏出上界优美的乐章。伫教会中，咱也爱发挥咱各自的运数，互相合适，才会当去做主所爱的教会来荣光主。第二，连结伫主，肢体相通。连结伫主，肢体相通。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咱彼此就是肢体的关系。做一个基督徒是袂当离开主，也就是袂当离开主的身躯教会，也袂当无圣徒相通彼此诚侪肢体的教会生活。一个人讲伊听主，毋过伊无听主的教会，以及甲其他的教会中的兄弟姊妹有肢体相通好的往来，这是真奇怪，也无下伫圣经的教示。咱既然成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爱归属伫一间教会，认同伫即间教会，委身伫即间教会，疼惜伫即间教会。就亲像咱伫一个家庭出世大汉，属伫即个家庭是即个家庭的一份子，自然咱也会疼惜即个家庭。若是教会就是咱属灵的大家庭，自然咱也会疼惜教会，甲疼惜主内的兄弟姊妹。第三，参与服侍，造就教会。参与服侍，造就教会。一个健康的人，就是身心灵拢勇行的人，无论伫身体、精神还是灵命，拢健全，是有活命、有活力、有活动力、自如的状态的人。教会也是安尼，咱有注入了青少年、妇女、少年生活队的组织，咱也有小会、中级会，阁有中会甲总会的组织。有时咱也会去参加跨教派的联导会的组织，甲种种活动。每一个组织甲活动也拢需要有人参与，以及分工合作，斗阵服侍，才会当甲代志做好势，也透过人伫参与甲配合中间，互相得到利益甲帮助。服侍会讲有千百种，亲像咱来做礼拜参与伫圣乐队的服侍，礼拜煞有人斗相共甲门窗电火关好势，物件收藏互归位，简单的工课也算是服侍。当咱看到倒位有垃圾无够清气，甲扫扫咧、揉揉咧，也是讲倒扣粪扫等等，这也算服侍。当咱拄着人，甲人请安、讲安慰、造就的话，为着别人来代祷，也是去传讲福音等等，这个也是服侍。当然，教会也需要有小会甲中职，虽然无做中职也会当服侍，做是若受选担任中职，这个会当帮助教会做正常的运作甲发展。这是搁较无简单的服侍，是受主拣选，也是受教会
大多数的兄弟信任器重甲交托的职务以及责任。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讲，即句话通相信。若有人爱做监督，伊是羡慕美好的工作。监督伫遮虽然是咧指牧者也是教会的长老，其实也通包含伫中职。主耶稣讲，人若要服侍我，就缀我。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会甲伊尊重。愿咱若听主，也若听咱的教会，人人服侍，互教会得到起造，得到兴旺，彼此相听，教会也要因为广传福音来得到好的发展。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要举行4年一摆的中职选举信徒和会。阮嘛感谢主，你伫过去呼召伫历代的牧者、中职甲信徒伫教会的中间来兴起主你的国度福音。阮嘛感谢主，你也要伫今仔日来透过阮竞选你所下用的工人来做伙参与伫教会种种的圣工，也愿主你坚固伫遮个受选的中职，无论是现任旧任，也是新任，拢诚做主你所欢喜的器具。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话行做，包括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